零風險提升數學成績，全港唯一一間可以做得到。加勒薩書院學生一個學期由 Level 4飛躍進步到5星。加勒薩書院陳同學用1年嘅時間由 Level 3升至5星。加勒薩書院學生由70幾分進步到96分，全級第一。比利羅士女子中學學生考試由46分飛躍進步到92分 ，DSE 更加拎到5星星。孫基中學學生由70幾分進步到考試滿分，全級第一。DSE 亦都拎到5星。你哋想唔想你嘅小朋友數學成績都好似佢哋咁飛躍進步？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。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